大家好，我係周海欣。呢節先睇下啲財經消息。恒生指數報23,381點，升48點，總成交超過668億。最活躍港股，南方海力士槓桿產品升8個3，中芯國際升5個2毫半，華虹宏力升19個2，騰訊控股升個2，盈富基金升1毫。建滔集團升個6，長飛光纖光纜升2毫，智普升228蚊，阿里巴巴跌8毫，建滔積層板升4個9。其他主要藍籌股，匯控升1蚊，友邦保險升5毫半，中移動跌5毫，港交所跌個6，中華煤氣冇升跌。人民幣櫃台最活躍港股以人民幣計價，港交所跌2蚊，阿里巴巴跌7毫，中移動跌1毫，京東集團跌3個1毫半，比亞迪股份跌個2。中國平安跌3毫6，中海油升1毫8，聯想集團升9毫6，美團跌個3，騰訊控股升個6。恒生科技指數報4437點，升38點。內地股市，上證綜合指數升3點，深證成分指數升66點。其他消息，一個14歲非華裔少年懷疑聽從醉酒嘅爸爸嘅要求，開大膽車無牌駕駛接載佢，2個人被捕。個少年涉嫌無牌駕駛，佢48歲嘅爸爸就涉嫌協助及教唆他人無牌駕駛。涉事嘅私家車事後停咗喺灣仔馬師道一邊，多個交通警上前調查。據了解，事發喺尋晚10點幾，警方喺馬師道設置路障，發現一架私家車左搖右擺，將佢截停。發現一個巴基斯坦裔少年係司機，屬首次無牌駕駛。佢飲咗酒嘅爸爸亦都喺車入面。消息話初步調查懷疑個爸爸唔想醉酒揸車，咁就叫佢個仔揸車嚟到接載佢返去柴灣，咁就遇到警方路障同埋被捕。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舉行第5輪第2場聽證會，聽證會繼續喺中環展城館舉行。出席作供嘅包括跨部門調查專組組長、消防處助理處長于文陽。政府委任嘅消防工程專家、城大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建築工程講座教授袁國傑，以及消防處分區指揮官杜志榮。第5輪聽證會將會喺星期4完結。委員會主席陸啟康早前預計，下個月15至到17號將會聽取各方最終陳詞。外長王毅話：美伊衝突帶嚟嘅啟示係叢林法則不可持續。任何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的解決，都應當以遵守國際規則為前提。叢林法則可以得逞一時，但不可持續。各國越來越成為命運相連的共同體，以犧牲別國的安全為代價，尋求自身的絕對安全，只會反噬其身。王毅星期2喺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磚國家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嗰陣，又話近期多場戰事入面，信息戰、網絡戰等非傳統戰爭更加公開化。面對傳統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，金磚國家需要加強安全事務對話同合作。熱浪繼續席捲歐洲多國，法國部分地區錄得破紀錄嘅高溫。據報過去幾日累計有40幾人因為高溫因素或者係浸死，有2個幼童喺車入面焗死。英國氣象部門喺部分地區發布紅色極端高溫警報，預測英格蘭同倫敦可能會錄得攝氏39度，直至星期5稍為緩和。歐洲多國繼續受熱浪侵襲，喺法國首都巴黎，當地星期2下晝嘅氣溫一度錄得攝氏41度。美聯社有記者走到巴黎辦公室嘅天台，攞出廚房用嘅溫度計，顯示室外氣溫係34.2度。佢將溫度計放喺巴黎大部分建築物常用同會吸熱嘅鍍鋅屋頂，表面溫度就升至48.1度。面對天氣酷熱，著名景點艾菲爾鐵塔當地提早喺下晝4點關閉，而羅浮宮亦都喺星期3至星期6期間提早2個鐘頭關閉。
法國氣象部門根據初步數據話，全國氣溫指標喺星期二達到29.8度，創下自1947年當地開始觀測記錄以嚟最炎熱嘅一日。法國氣象局對54個省，即係全國超過一半省份，發布最高級紅色高溫警報。西南部城市波爾多星期二錄得41.9度高溫，中部沙托梅揚地區更加錄得43.3度。自上星期四以嚟，法國累計有幾十人因為酷熱因素或者消暑游水而浸死。另外喺南部城市卡龐特拉，日前有2名只係得2歲同4歲嘅幼童喺車裡面焗死。有輿論就話今次嚴重程度逼近2003年8月嘅熱浪，當時法國大約有15000人因為高溫相關嘅因素而喪命。英國倫敦、布爾斯托爾等地唔少民眾嚟到沙灘或者係公園，考慮到部分地區可能錄得破紀錄嘅高溫，有幾百間學校宣布提早放學。氣象局對英格蘭南部罕有咁發布紅色極端高溫警報，預測英格蘭部分地區可能錄得37度嘅高溫，威爾士就有35度。當局亦都預測今個星期3同4迎嚟熱浪嘅高峰。倫敦同英格蘭南部可能高達39度，到咗星期5會稍為緩和。而喺西班牙，熱浪席捲伊比利亞半島，氣象部門對多個地區發布紅色高溫警報，更加警告南部安達盧西亞自治區可能高達44度。即使係氣溫通常比較清涼嘅巴斯克自治區，亦都可能升到40度。有專家話，自1975年起追蹤以嚟，西班牙記錄12次6月份嘅熱浪，有一半喺2015年之後出現。涉及人為因素嘅氣候變化導致西班牙上空大氣層同周邊海域暖化，相信熱浪會轉趨頻繁，持續時間更加長，甚至可能喺8月之後仍然會出現。無線電視記者朱兆麟報道。內地電子商務集團阿里巴巴入稟加州聯邦法院，起訴美國聯邦政府喺毫無法律依據下將公司列入中國軍事企業清單，造成無法彌補嘅損失。美方就話唔會評論相關訴訟。美國國防部喺本月8日更新中國軍事企業清單，被列入嘅公司增加至188間。美方聲稱相關中資企業包括電子商務集團阿里巴巴，有份協助或者資助中國軍方。彭博社同埋路透社報導，阿里巴巴集團喺星期二入稟加州聯邦法院，控告美國政府。集團喺入稟狀指美方冇提供足夠嘅證據證明該公司援助中國軍方，美方相關決定毫無事實同埋法律依據。集團又話公司由獨立董事會管理，佢個成員冇軍方背景，冇聯繫中國軍方。至於公司產品同埋服務係專為零售、物流同埋企業信息領域所設計，唔係用於武器、國防或者情報領域。入稟狀要求將阿里巴巴剔出清單之外，阿里巴巴又批評美國國防部嘅做法係武斷同埋反覆無常，對公司已經造成無法彌補嘅損失。集團指出，對好多美國企業嚟講，阿里巴巴係佢哋進入中國市場嘅跳板。美方貼上中國軍事企業標籤，變相將嗰一間公司定性為中國軍方工具，會威脅美國國家安全。美方咁做直接損害公司聲譽，美方同阿里巴巴嘅合作帶來陰影。美國國防部表明唔會評論正係等待處理嘅訴訟。早前多間中資大型企業，包括電動生產商比亞迪、網絡搜尋引擎巨擘百度，同樣被美方列入相關清單。中方一貫堅決反對美方泛化國家安全概念，或設各類名目嘅歧視性清單。中方敦促美方糾正錯誤做法，停止無理打壓中國企業，並且採取必要措施，堅定維護中國企業正當合法權益。無線電視記者趙寶思報導。